各位大家好啊，好開心咧喺度同大家介紹張佩松紀念中學。剛才我哋10位西貢區傑出學生就喺學拍底下同大家打招呼啦。我哋學校梗係鳥語花香啦，各位同學其實耕種同埋讀書一樣，要花心機先有理想嘅成果。我哋今年都好豐收喎。同學喺全國語文知識大賽攞咗全港中學組團體總冠軍，仲喺全國總決賽攞咗全國1等獎添啊！我哋喺3位全職外籍老師嘅訓練底下，同學都拎咗好多個英詩朗誦嘅冠、亞、季軍。有啲同學仲去咗東莞義教英文。仲有啊，同學攞咗好多數學獎，其中喺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競賽2016比賽獲得2個銅獎。好快就要考文憑試，我嘅目標就係做到今屆師兄師姐咁，文憑試考到6科30分以上，例如有入讀中大讀會計，又有喺中大讀社會學，仲有師兄師姐喺理大、浸大等大學讀書。學校仲好重視 STEM 科技教育，我哋喺科技顯錄藝比賽裏面攞咗錄藝之王全港總冠軍，又喺 FACS 機械人比賽當中得到多個冠軍，仲代表香港去美國比賽。10月同學仲會飛去北京比賽添。學校仲有 STEM Maker Base 創客空間，我哋可以親手製作真空果醬，同埋自製3D 打印機。喺學校我哋仲可以玩古箏、步操樂隊、沙畫、魔術、茶藝、3D 打印、航拍、Ice Cream Fun Week 等。歡迎大家喺12月3號到我哋學校參加升中資訊日啦，到時見啦！